做彻底，所以你垃圾来就毋是直接拼垃圾车，你爱彻底做这个分类的工作。我相信安尼对分类的提升，对垃圾资源回收的提升，一定有真大的帮忙。所以讲，市场咱即马就是5种本做遮地点，就是即马这个看的就是这个情形。不，即马这是干那试办一线，试办一线，这是中央。配合环保署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定线、定点收集垃圾，服务人民。因为有足侪上班的人伊日是无法度等垃圾，所以咱甲里长调查、甲庙市调查，有空间、有位置，会当互咱做定线、定时的路线收集垃圾，这是一个新的，但是同款。垃圾是不能落地，伊伫遐伫遐等5分钟，伫遐收5分钟就结束，然后去后一个点。为什么会做这个工作？看起来好像在走回头路，但是因为政府是服务人民的，所以服务为出发点。第2点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交通部环保署讨论起来，垃圾车后壁是骑人非常危险的。目前的法规。无修改，这是必须要结束这个骑人伫垃圾车后壁，所以政府马上紧急来实行这个新的试办这个新的政策这当然嘛是顾到这个清洁队员的安全，另外就是会当彻底服务一般上班的这个市民，会当好来倒垃圾，已经达到52% 的，已经相当高。从过去这个30几%，慢慢的提升。我想这个是市民共同的帮忙了哈，共同的这个观念，资源回收可以减少空污，不但可以减少空污，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上一次不是有那个市民，我们破袋的时候，他们彪骂我们的清洁队吗？我想这是少数的市民少数人的行为，大部分的市民素养拢真悬，拢会当配合彰化市公所清洁队会做这个垃圾分类甲资源回收所以咱非常感谢咱彰化市民的配合。那我们破袋抽查还有在执行吗？还是有抽查，我们有固定的队员，他的工作就是在做抽查的工作。